台湾社会各大嘅民間信仰，家家係對福建廣東來嘅。喺台灣三山國王都有許多位信徒。照了解，三山國王是得講係廣東地區親有歷史、親有影響力的蔡天神，差唔多400多年前由漢人傳入台灣，下後甚至比喺中國大陸當地韓國多人拜哦。台灣當年如果有一拜三山國王朝聖大典，今年來到嘅清南片的恆春。蔡天漢人把握有8年一拜嘅機會，同南方客家發通加入來。向下來看啊，三山國王慶典喺恆春舉辦嘅情形，對蔡天漢人又有用哪嘅意義？歡迎新竹縣竹東鎮惠安宮三山國王所有台灣嘅信徒，歡迎各位莅臨恆春。對台灣各地來嘅三山國王信徒，一吹一吹落去恆春鎮嘅廣寧宮，遠遠看下過去，佢也千3年形成萬幾場嘅烈麗，幾經封街西門路街，看唔到路面。離城嘅通作齊齊，獻上6里，廣寧宮喺度光緒1年，每做174年起嘅，背後係後通山嘅天然珊瑚礁沙。這樣是對朝主搶來金山太國王，一切主流到也，喺兩岸也係唯一的金山本尊。包括6年來，廣寧宮每一切維持本單的樣嘅，原本地位唔發，遇到今年的三山國王全國朝聖大典，一件百年老廟和鐵皮加起2片的房屋。茶、果、素齋以及萬壽無疆，萬壽無疆就是壽桃、壽面以及金箔，就是我們的。金嘛，金箔，所以為什麼他們都是整備一種？那為什麼三山國王全國朝聖大典一次要11個人拜？因為是來符合地方共同來辦這個喜事，這個盛典。我們過去的廣寧宮是比較小，因為全國的信徒會到我們廣寧宮來參加這個活動。所以我們把兩邊兩側的廂房把它弄大，就是為了容納更多的那個很多遊客來跟信徒來，還有一些神明來到我們廣寧宮。不過雖然加起房屋，幾百尊來聽老爺的三山國王金身，還係正難嘅細細也嘅廣寧宮，也向民俗文化祭典發通，喺度當年秋天各地連登來攀。2010年家下，還是列做全國客莊生意大慶典，也近年來天天的做到當參用。其實同20年前，這樣時還蠻向內政部申請，請作為社團按到台灣三山國王聯誼會。中華民國85年以前啊，個創會莊啊，20年啊，佢個家下佢對南洋大仙自然宮做主委啊，佢做主委嘅時間，佢就看到全省啊，要有強廟嘅聯誼啊，所以佢就會大力推崇三山國王協會啊嘅前身啊。當時那個委員啊，不贊成我都是這個項目，如果這個太麻煩啦，不要啦哈。我們這個鄉下的山宮，我們自己拜。我就給他說，神不是自己拜，人家大家來拜，大家來拜。這樣是遇到三山國王廟考卡到前元唔啦，冇人按做主位。今年84歲陳添財，本來係宜蘭縣東山鄉台會嘅主席，仍肯佢做主位，結果一做做16年。佢這樣是調查，全國總共有200-300間嘅三山國王廟，香港就成立一個三山國王協會。我們呢，當時這個籌備的時候呢，全省啊跑了一趟。當時參加的34間，頭一次呢，在我們南洋大仙自然宮啊，大仙自然宮呢，來開那個第一次的會。他全省的人員強廟就也不少就8個人間呢，一次沿用都已經為止。然後85年就向內政部申請一級牌啊，中國居民同三山國王協會，全省這個聯誼。每一年啊，你圖啊就有1次、2次的立監事會議。所講嘅金明托，講嘅係金山、名山、老托山。三山國王本來係樂當地方嘅蘇古神，
除了同来年体有关以外，早上行人来到台湾台开垦的高场，难免会同行客组过海来台湾的好多人，也係年出面相持吊打，代表山神的三山國王，佢咩只係到山都嘅範呢？咩做講希望借定山神嘅威嚴來開山打拿。林子啊，吼，安尼客家人呢，客家精神。又講因為呢三山國王啊，佢本身啊，這個主席啊，係對廣東省浙江市浙江縣哈，了好不認真，哈，佢了做咩都得個，所以呢，往年打敗啊，哈，我了對話，上次要不轉移咁樣經常。對，攞起來。呢個省內蘇信強講上，佢舉行慶典之前，離省一項樣嘅獻禮，恆春廣寧宮為到今年三山國王慶典，請來20年恆春工商嘅社會學生嘅做禮生，會走順做到訓練家到樣嘅勢位、樣嘅經風，到正式慶典家下是做唔得高查。因為它是臨時性的哈，那臨時性的我們的訓練是一種要比較整齊諸聖，那訓練起來。我們諸聖，我們神徽降臨前後，其實我們可以增加我們的地方的盛典的諸聖圓滿。端出去以後，然後看好了 ，OK， 你就看好就轉，你看好就轉，對，好了就看他，好了就走了 ，OK， 100分。對從事禮儀同傳承的長途，就看得出民間結師呢又有極大影響力。對三山國王慶典來講，也係1年1擺嘅大事情。我對恆春來講，這行家係唯一的1擺機會。下1擺再個連轉廣寧宮來主持，可能係100年過後嘅事情呢。恆春這行人當從事1擺做鬧熱，將本地1年的文化祭典再個增加1年，結合嘅南方客內地發通。我們這次的信徒大會哈，我們結合了在地的客家鄉親，這是南方客啊，恆春半島很多客家鄉親，但是說被遺落了。我們希望借着這次的活動，也是把我們南方客、我們客家鄉親在南台灣這一個區塊，讓那些鄉親能凸顯出來，這是我們的跟信徒大會一起辦的那個最大的目的。逢年就1年中1班1拜，就來報道。拜拜，迄個食飯就結束嘅，也把俺簡易嘅文化也嚟展現嘅發通啦。其實也就是提供2個主題嘅啦，一個就是全國三屆王信徒大會，也就俺的客家文化活動啊。這個東西是我們阿婆的嫁妝啦。阿婆那時候在出嫁的時候都以這個裝那個嫁妝過來的，所以可以說我們。保利村的那個，比較特別，阿婆的嫁妝，她衣服啦，什麼有細膩的東西，她都裝這邊，一擔一擔的挑過來。打開土冷庫，一地板美術裝訂阿婆這樣時候行家心情，也完整收藏到玻璃的客家文物館地圖，插上的玻璃同銅鋪咩客家裝。和恆春半島有4座三山國王廟，其中玻璃同銅鋪各有1座。玻璃的三山國王廟按照保安宮，日本書的是本日本人插貼。台灣光復過後，村民又倒過來去，喺長一度的信仰中心，一道壁都行喺老主公對附近的河壩開設條轉移去嘅。以前都在我們保利溪那邊採取的石頭，然後一磚一瓦一顆石頭慢慢敲，把它砌成。之前有村民一直建議說要蓋新的大廟，可是我們很多耆老鄉親大多數都反對，因為希望它保存原有的樣貌，也甚至跟縣政府還有我們文化部希望能建立為古蹟。因為三山國王是我們客家的守護神了，所以我們有這個機會就很高興來參加這個活動呢，就是應該是說我們恆春半島第一次有這個活動，我們當然希望恆春半島的客家鄉親都能夠來參加，共襄盛舉。這戲碼內底就講有一隻咱有隻龜王，來人這個咱講有話話講蛤蟆吼。
同南方校内的发通晚会，保安社区同3万表演，规个拢路比前一日起出。虽然係恒春镇的发通，不过恒春同茶上主两隔壁，做得向下参加客家发通，这种意义比马街都行較重要。其實俺那個來自全省各地的客家人啊，也是很多了哈，他們家同化的，但是很多年來啊，是講人客家有一個覺醒啊，希望我哋客家文化唔好消失hết，客家有關嘅事啊喺度恢復，所以俺哋見包括茶上嘅玻璃、銅埔，有兩個地方本來頭擺這種客家族。貓鼻龜蛇至海邊，它講的是貓鼻頭。好，猫鼻頭跟龜山，就是恆春西邊台地這一帶，龜山在海參館那邊，好後灣。迎客當真是一堂導覽員，小姐江南強都嘅恆春北京市，也係1878年討起恆春古商時節，清朝監錯使2年，寫到10邊行嘅北京市嘅頭一記。南方校內的發通嘅古商導覽，按外地來留了迎客，行較認識恆春嘅發展歷史。當初為了喜悅嘅古商嘅時節啦，一個監督負責啲嘅建古商嘅一個將軍嘅梁燕啊，就係我哋客家嘅原鄉，喺廣東省潮州府一個梁燕將軍啦，伊對一個古商嘅影響嘅人，三山結王廟，搶一個太極王叫金山太極王，你話哋曹真。參加祭拜感言同宮廟負責人做清跪下來，經過半點鐘嘅儀式，托上念宋詩字升級文過後做完成嘅。三山國王協會認為，呢隻慶典係客家大事情，有文化傳承意義，政府應該列作重大節慶發通。應該按呢中央啊，哈，按呢政府客家委員會啊，佢應該要從事上做啦。要講啦，因為咧有什麼個地方啊，免不了啊，多多少少就有客家人在啲啦。所以講，按政府推倡客家委員會人用來做啲啊。我哋希望我將來我哋經過100嘅南方客家嘅那個活動啊，我哋來年明年都舉辦100。各位，我哋會結合當地恆春半島啊的所有客家族群，大家同心協力啊，來盼那一年比一年更盛大的。對地方來看，重大慶典100年爭到100，文化發通稍長時間持續經營落去。雖然嗰年冇三山國王祭，今年當冇簡單爭開始南方校內的發通，還係要繼續攀下去。韓國要做到更加承認，比如講採體客家文化田野調查。我哋上去來巡訪，來請我頭擺來一條客家人嘅樣跡啊，來呈現出來。按做這個一個文獻啦，上個一個對下活動啊，夠有意義啦。那麼講吃喝，鬧呢有迄個，所以一個有個田野調查，上個對將來對一些歷史家他家種種有心來了解恆春半島嘅人啊，有一個比較全貌啦。用採體嘅恆春民謠創出採體嘅客家，老祖公戲古上戲廟，800年來，江南宮三山國王蘇古的恆春古上係採體嘅主人。再過100年，有心了解恆春歷史人，韓國地帶頭擺有頭擺，客家老祖公係樣堅上愛惜、開山打拿嘅，按樣故事同傳說，透過嘅文化傳承同記錄，韓國經傳遞下去。